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详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性，这是文音。性的意思是讲一个人或者是动物、物件天生自然的本质，像咱讲天性。若物件特色或者是功能，咱讲药性。若生物分做男性甲女性，和性有关系传染病就是性病。个性较急的，咱讲急性；范围方式，咱讲地方性。白音读做性，嘛有人读做性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癖性，嘛有人讲性癖，或者直接讲癖，就是讲一个人的个性或者是惯势。第二个词恢复性，咱顶礼拜有介绍过，搁一解来甲大家复习，代表讲歹性地卡袂着就起性地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伊有一个癖性，无爱人乌白吸着伊的物件，若是乌白蒙伊的用品，伊就常常变做恢复性歹性地。今仔日了解这一日性，这是文音，另外白音读做性或者是性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